我现在准备要出门去啦，猜猜我要去哪里呢 ？Let's go！ 当当，现在在 Uber 车上，然后其实我刚上车已经差不多10几分钟，然后没有马上录，我想说眯一下，然后一上车就是大概就要眯一下，然后我刚发现我眼睛超肿的耶，因为其实起床到现在差不多也1个多小时。然后我平常在家里录 vlog 的时候，都是下午傍晚的时候。然后我今天是真的非常的水肿。今天呢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 vlog。那就是我平常在车上就会这样歪头大睡。然后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希望等一下可以在外面晒一下太阳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到目的地喽。嗨，哇嗨！我今天下车，结果今天已经先到了。好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刚到目的地，但其实已经有一点来不及了。最爱的咖啡在哪里呀？这里吗？对，哎，好像是哎。我上次来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地方，然后不是在这里。那我们就 go go。我之前来的时候不是在这里，但是其实是差不多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柜台非常的美丽的柜台。然后这边是有学生画的画作，然后非常的很多样。然后这里的环境很好哎，因为上次那个旧的地方比较小。那这是另外一个座位区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颜料区。等一下我会在这边挤一些颜料。好，那我们就找一个好一点的位置，不然就这里好了。好，柜台旁边，我就选这里喽。好。是老师的那个参考照片。哎，先确定你今天要画的是哪一个？那这张你是没有那么喜欢？这张的话，我是觉得它的风格就是比较缤纷，像这个就是油画的那个刮刀的笔触嘛。然后可是它的海浪就比较少。那我是觉得我也蛮喜欢这个，但是我想要海浪的感觉多一点，然后花少一点。哦，了解。要不然如果这一张也可以啊，这个我是怕我画的不像，因为油画我比较没有那么擅长，比较陌生。好帅！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快2个小时了，然后但是我才画这样子，所以油画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去雕琢跟耐心。然后油画又是我比较不熟悉的，所以其实我刚刚在过程中有一直请教老师说，如果油画要画海浪的话，大概要怎么画？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再把它完成，所以我就不要讲太多话了，加油！
我们现在已经画到进度80%的地方，进度88%，就是现在在画前面的东西了，前面的一些草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我再修一下细节，最后我就可以画上最近的花了，然后我们这幅画就完成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必须要稍微休息一下，喝个咖啡，上个厕所。因为我画画都会一次画到完，就很认真，一次拼到底的那种，所以我就会憋尿，然后就想要赶快把它画完。但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，可以稍微去上一下厕所，然后喝个咖啡之类的。就是其实它要修到很细，其实可以很细，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所以等一下我把草修好之后，就要画上花，画上花之后再稍微微调一下，今天就完成了。爽。现在要继续来把它画完，因为其实，在画画的时候啊，其实不能一直画，要有时候站远远的看，然后有时候要休息一下，因为你一直看的话会有视觉疲劳，尤其是抽象画，你就会一直看，然后没有办法。就是知道它是什么感觉，有时候要站远一点点看，然后有时候回来近看一下，然后刚上完厕所休息一下，其实时间也过了4个小时，快4个小时了。然后现在要来继续画，因为这真的很花时间。我平常在画亚克力油画，我在外面画抽象画的时候，我都会习惯一次画2幅，一幅写实，一幅抽象，然后就会。等它干的时候画另外一幅，然后就会很快，因为我真的很急性子，我就是会想要赶快把它画完。然后这一幅画就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，就觉得好像还没有画完，所以现在就是要继续画完最后的20%了，加油！成啦！现在非常的兴奋，但是时间已经过了5个小时了。我要来签上我的名字在右下角，然后老师说可以用笔的后面去刻出你的名字，刻在你心里的名字。对，但今天不是这首歌，今天是秀美的开花。这就是我今天的画作。画了5个小时，那我先把名字签上去。我要签那个，看到JOANN， 然后 L， 好，大概就这样子。5个小时，终于完成了我的这一幅秀北的海花。那顾名思义呢，它就是一幅海岸的风景画。然后我觉得这次很特别，是因为在这个画室，它可以使用油画的颜料，是我平常在家里没办法使用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些油画的画法、跟笔刷的用法，还有刮刀的用法，其实我都是请教老师才知道，原来要这样子画。因为其实我没有学过。然后我这一次的油画作品，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是在这边的花，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花瓣每一个都是用刮刀一片一片画上去的，然后是很立体的感觉。所以油画它可以做到很细致、很立体，跟亚克力颜料的
画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之前裸红虾那一幅就是用亚克力颜料，然后这幅一样是风景画，但是我选择用油画。那今天呢，就完成了我的惜别的海岸这一幅风景画啦，可以回家啦！做了5个小时，超饿的，就这样。你在干嘛？画完了，然后我今天其实有带一个小点心，要肚子饿的时候吃，但是我太认真画了，所以我其实结束之后发现超饿的。哎呀，我没掉到地板上。我刚刚讲在我的胯下，帮我马赛克，猜一个太大力。